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，各地气温都下降。那么，尤其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清晨，在整个西半部地区，包含台南以北以及东半部的宜兰跟花莲，最低温都有可能掉到10度左右。不过还好，这一波带进来的是比较干冷的空气，因此各地降雨的状况都不多。中午前后，阳光甚至都有露脸的机会，体感温度上会比较舒适一些，但是日夜温差也就比较明显哦。早出晚归还是要注意保暖。而详细的天气预测提供给您。